德山延平国小的歌戏团办理营队，带领学生用台语来写剧本，佮学唱歌戏，要甲台湾传统的戏曲甲传承落去。 有老师指导，每一个学生拢真认真伫咧练习歌戏的动作，嘛来学唱歌戏的各种曲调。真侪囡仔拢是为袂晓讲台语开始学的，到即马毋若讲了真练档，嘛对歌戏真有兴趣。我看到哥哥姐姐练表演歌戏，足趣味的。延平国小长期以来推广这项台湾传统民俗文化，毋若要囡仔伫咧学歌戏过程，甲渐渐消失的本土语言，继续甲传承落去，嘛少就台。 表演的机会，建立囡仔的自信心。希望借着这个戏剧的方式，学会在舞台上面去展现自我，增进个人的自信心。延平国小歌戏的表演团队，伫咧全国各大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。透过学生来学传统表演艺术，好让愈侪多元的学习发展，将在地文化和故事分享给更侪人知影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